怎么了？早上的时候，少夫人让我陪她去洗衣房找东西，然后她让我把你穿过的袜子给洗了，放到了你的更衣室。啊！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别动，让我缓一下。他怎么能那么干呢？啊！少爷，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扶你上去？别动，让我一个人冷静一下。完了！西城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？都别动！叫医生，快！啊！不要叫医生，先把我翻过来。露露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。露露，露露，怎么了？露露呢？露露啊，在下面忙啊。今天他怎么没给我袜子呀？我帮你拿上来了。拿。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！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？不行，这个袜子别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奶奶临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她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由我负责。不行，给我穿上。这些快来人看放鼠！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救命啊！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，主要在于营销手段和营销策略。我们采用多模块化。顾总对这个项目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那顾总是对我有意见了。常总说的非常好，请继续。我认为顾总这种行为对我很不尊重。抱歉，刚才我的状况不是很好，现在可以继续了。继续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散会吧。顾总，我跟您汇报一下您下午要见的人吧。你觉得这双袜子我是扔了还是不扔啊？顾总，您扔了会怎么样？不扔会怎么样？扔了的话，我回家有可能会死；不扔的话，我现在就会死。那我觉得您为了接下来要面谈的人，还是扔了吧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不扔了吧。顾总，您开心就好。后面有谁要见我？进来。少夫人，这是你让我洗的袜子，我该给它放在哪里啊？我来吧，我来。你进房吧。哎。
喂，取点水果吧。看见了，今天这个葛优躺不错呀。看下面，脚，什么脚？是袜子。就是因为这双袜子，我今天一天在公司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，还让常志成看了我的笑话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是人鱼公主变成人的感受了。什么感受啊？就是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